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咱要来一个所在，我的后壁吼，逐个敢有真少看？有迄个啥物十类目睭，即条桥，听讲是啥物？咩安怎讲哈？十空。十空啊，嗰个十类目睭的桥啦，十眼桥。嘿，十眼桥，即个桥呢，即个桥有一个是啥物叫做有一个传说的故事。传说故事，故事拢爱较凄凉诶，较有人要听对无吼？所以咱等下来听讲即个故事吼，两个无共款诶信仰诶人诶，伫即个桥吼，来吼，为虾米咱有讲一个房间式诶上帝吼？敢有即种诶吼？神遐尼济是要创啥吼？等下咱来介绍吼，离即个桥无偌远诶一个所在哦，即个建筑有诚特别，有足济无共款诶，啥物伫遐无共款信仰诶人伫遐住过对无？一间厝有几啊个无共款诶神伫内面住过迄款哦。咱会当来看觅啊，真少来听看觅，敢是安尼吼？敢有影安尼？所以咱要去诶所在，咱顶届有顶礼拜有去过即个对无？大家个会记无？咱今仔日要讲诶是迄个十眼桥啊，甲顶悬迄个第二巴克诶清真寺。是一个吼，看一个。另外迄边正面倒边迄个是后礼拜甲要讲。但是咱顶礼拜是毋是有讲即个所在拢是乌诶哈？迄个。咱前礼拜有讲第二巴克即个所在另外一寡风景吼，一寡。对哦，因起诶古城啦，因一个古城有无？甲用乌色诶石头起诶教会。是，咱今仔日阁要继续来看，遮是毋是阁是乌色诶吼？即本已经变成清真寺啊，对无？共款，因为即间清真寺特别爱讲哦，就是伊是迄个穆斯林朝圣诶第5个所在啦。因朝圣诶所在吼有几啊个嘛，其中即位有哪是啦。所以真大间真重要，所以咱来讲者吼。叫做乌鲁清真，因诶因吼叫 ULU 乌鲁卡米乌鲁清真寺吼，建筑因为639年，穆斯林占即个所在以后。其实穆斯林是差不多622年才兴起的。你看伊随起来就是占这个所在，占迄个所在，伊就开始要去教堂啦。原底这个所在有一个，就是东方教会圣多马教堂，叙利亚教会的，爱就甲伊改过来。但是伫叙利亚教会以前呢，是一个犹太教的教堂。搁较早咧，就是伫咧拜太阳神的日头，因为遮人拢是咧拜日头神啦。拜日头神的迄个庙，是一个广场吼，是咧住伫遮的人，徛去伫遮的人做一个组织，也是要开什么会所在。因为会当杀去到摩西的时代。厉害哦！摩西的时代有可能哦。有可能摩西有看过，讲生笑诶吼。但是咱知影有4个，就是太起星是迄个太阳神太阳神吼，搁来是犹太教，来是犹太搁来是东方教会，搁变东方教会，东方教会就是圣多马，搁来甲是变清真寺。听讲老师讲即本吼，咱想足侪。什么宗教嘛是？团体伫内面，那像基督教伫内面，内底佫有做咖啡厅吼，真大。毋然是清真寺就对啦。这有厉害哦！所以伊有听讲有足侪种诶建筑诶迄个风格。但是伊别的所在讲，普通诶清真寺拢有
迄个宣礼塔拢足悬，若咪一支就2支，啊，若无就是4支，拢是安尼起啊。啊，上济6支，伊拢安尼，1支2支，啊，跳个4支6支，6支是上大诶啦，上大个是6支。毋过即间呢，拢足大间诶所在，却是干那一支尔吼。系啊。伊诶建筑甲人较无共，因为是对基督教来变过来。所以伊嘛无圆诶，迄个吼。甲普通诶清真寺无啥共哦。嘛无。所以因诶建筑诶方式是有罗马诶，因为罗马诶时代因诶建筑，有拜占庭诶时代，就是东罗马啦吼。拜占庭诶时代，啊个塞尔柱在土耳其啦。啊，个有鄂图曼吼，鄂图曼塞尔柱是土耳其诶前后。所以伊嘛是经过足侪安尼改来改去对无？还是讲增加啦吼，增加。对啊，讲目前是穆斯林咧用啦，所以咱看着讲穆斯林若要入去大厅祈祷诶时，拢伫外口洗骹洗手，所以呢，水龙头吼水龙头有够济，几排啊。对哦，入去进前爱洗好清气。拢爱洗手洗骹，啊洗好以后，即边一排啊，另外一边搁一排啊，真济啦。啊入去伫因内底祈祷诶，啊祈祷若足点，跪咧祈祷，坐咧看圣经，啊然后足点搁倒遐困。了，咱来看地无啊这吼。即摆看起来，咱想有一点仔像迄个犹太人诶帽啊，对无？所以因伫遮吼，足大诶，看起来足大呢。大间啊，这是真大间啦。是所以足侪人会来遮朝圣啊。老师拄仔讲是第5大诶。第5大诶朝圣地哦，朝圣地的这5个所在嘛。就是卖食，因上重要就是卖食。为什么呢？卖食是迄个下甲，下甲伫遐拄着水泉诶所在啦，所以卖食啊个卖地那，啊个亚罗山念个大马士革来就是即个位。会当容纳5000个信徒伫内底。真济人哦，这看起来。真正是通风袂歹，爽快，对无？足凉诶感觉吼。所以是即个地区上早吼，上老诶清真寺啊。上早啊个上老，来遮诶人也真济，来遮朝圣。就是像人去耶路撒冷祈祷共款诶，迄个吼。你看拢伫遮困呢，安尼免费诶，爱竟会足济去遮伫遮。拢去内面。咱像拢无呢，拢毋是去食哦。是哦，安尼伊嘛是诚尊敬即个所在吼，啊无外口有免费诶水对无？内底阁有免费诶饭床。但是因对即个因诶即个上帝吼是敬畏啊吼，逐个人拢咧找上帝。到底上帝有几个吼？需要几个上帝到伊安尼？你看即个外口即个，吼。所以因几千年诶历史，所以拢安尼，拢甲无遐尼水啊。但是会当看着即个历史吼，这是真诶，毋是咱咧分家开诶吼，足久啊吼，足侪人啊伫遮。所以咱搁要来为遮走来遮吼。即摆来迄个拄仔迄条底格里斯河啦，你有看无？上界正边底格里斯河。地图内底，迄个十眼桥就是迄个底格里斯河顶管。所以为即个清真寺吼安尼，顺迄条水流落来。流到十眼桥，因为十眼桥有一个故事哦。故事因去演出一条歌，迄条歌真流行，随时拢会当听着，咧放。这是桥顶。
哦，这桥顶你看，看起来不错。共款用石头一块一块安尼摆起来。是，人家拢做爱石头，欧洲拢做爱用石头。这有哪是哦？咱讲迄个玄武岩乌色的吼，甲嘿，前礼拜讲的迄个是乌色。古城，还是讲迄个有一个礼拜堂嘛，加勒吼，底的礼拜堂，吼，对，拢共款用乌色的玄武岩做的。是，咱要来算看觅啊，敢有10个空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则看袂清楚啊吼。为虾米要做10个？这咱有人知影无吼？有一个传说，主要就是传说啦。传说，就是讲，较早啊，即个桥有真正有一对翁仔某，因真有钱，毋过未生囝，无囝，啊，所以就去圣地。因的圣地就是四十圣者山啊，四十圣者山。有啥物叫做即个名？就是摩西啦，40年带以色列百姓出来，啊，佮有。拢40啦吼，耶稣伫因山顶祈祷是40，足侪所在拢是40，所以40圣者山伫顶悬祈祷。啊，即个山诶顶悬有一间礼拜堂，有一间修道院啊，迄间修道院咱较早捌讲过，叫做藏红花吼，因为迄砖仔拢红红，哦，就是亚拿尼亚，在亚拿尼亚修道院。哦，就是下哦，骹去。伊而且吼，伊着下愿啊，讲伊要爱有一个囝，结果等下无偌久，伊就生一个查囝，即个查囝就甲名做苏珊，也是讲苏字，苏珊哦，两个吼，大汉以后，伊甲一个青年咧恋爱，毋过即个青年甲伊个宗教信仰无共，是个穆斯林的青年，伊是迄个东方教会的嘛吼，叙利亚教会啦，伊爱一个穆斯林的青年，所以有一天哦，伊大汉啊，伊生日的时候，老母就叫伊圣山行愿，因为伊较早伫遐下愿啊，讲要甲伊祭祀吼，讲伊会生囝就要甲伊安怎，伫遐下愿，伊就要去行愿，迄个查某囡仔伫遐头对迄个查囡仔后壁去。后壁去两个人就是圣山，秘密的约会可能迄个查囡仔想讲安尼，毋知好毋好，安尼就是讲无人知，无互因爸母知，可能是有款犯罪感觉，所以到即个桥吼，也是讲互上互神的惩罚，因是安尼讲啦。毋过这是故事，咱拢不管，伊转来是。行到即个十万桥就要摔落去摔落第二第四河就水流去迄个青年呢，就真悲伤，就听我起笑安尼，因跳了一条河来殉情吼。哦，所以因为信仰无共款对无？就是讲，咱想做侪信仰，伊是不相容吼。像最近，搁拍起来安尼吼，震惊搁开始吼，就是无共款的信仰的人，咱想要拢有足侪家己的坚持吼。但是诚特别的是，咱拄仔讲的迄个清真寺的所在吼，几啊个信仰的人吼，拢用共一个所在呢。而且伫遐吼，其实人要追求的，敢若一个上帝，一个真的啦吼。逐个拢要追求一个真的上帝。即间就是因较早连讲的山顶的一间下愿的修道院。是。即间修道院是足有名的哦，较早是主教。因为宗派的主教所住的所在是安尼。就是叙利亚宗派的主教住的。所以迄条民谣就是因为伫 YouTube 内底，阮会当听着。会当去找者。迄个歌词的意思是讲桥的中空讲桥的洞空河水滚滚流去。我死了，属于一个李斯河将咱拆分离。意思是讲，
这是一个足悲伤的一款感觉啦。水一直流去啊，我已经死去啊，因为这条河甲咱拆分开，你看下骹的鹅啊真水，这河迄条桥的下骹拄啊有鹅仔伫遐在行，因为迄个头足红的。水的一个桥吼，所以咱伫所以你看，因做一条歌对无？为着足悲伤的代志做歌，足欢喜嘛是做一条歌唱。咱新亚所有人有哪有一条歌咧唱？就是诗篇150篇。恁着学落耶和华，着伫上帝的圣所学落伊，着伫伊权能的穹苍学落伊。咱学落就是基督徒咧学落上帝一款的。不是拢唱歌吼，基督教是一个唱歌的讲宗教。对哦，咱的歌拢是做欢喜，无一定做欢喜，但是咱拢知影讲有一个上帝吼，伊袂跟咱分开，伊袂跟咱分开吼，就是讲无论咱遇着啥物款的代志，毋免家己解决咯，上帝帮咱解决了无？毋免对，毋免讲安尼跳落吼。其实有望的吼，所以咱想要伫即个世界内面，观众朋友若看到足济无了解的代志，而且足济人吼为着家己的无论啥物利益吼，感觉战争啊。但是伫上帝内面是希望咱平安，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喜乐的吼。咱会当看到伊所创造的，你看遮尔水的小小的动物吼，安尼遮尔水的。这第个历史河的河水，湿地作水。是，咱若看到遮尔水吼，咱想要做这代志吼，都毋免遐尼计较啊，对无吼？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，毋是四个神哦，其实是一个神尔。一个所在，就是逐个人拢咧找求诶吼，你找着啊袂吼？若啊袂，会当欢迎你去附近诶教会吼，来找即个上帝吼，伊做听你诶哦。好，今仔日多谢老师甲咱介绍即个所在吼，后礼拜阁要介绍这附近诶哦，即个互咱知影。后礼拜继续吼。是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，也愿意世界会当莫遐尼济战争啊吼。后礼拜一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1:10，个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。多谢老师，多谢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